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9月17日，心旷神怡7，心感动来回应你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记第1章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记1章3节。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作为他子民的同在。你们要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去，重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。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。感动是一种情绪的表现，只因特定的人、事物或场景，引发带有认同感或者悲伤感或者喜悦感的内心的感触。这种感触会带来改变，也就是当我们人的心被感动、被激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回应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读以斯拉记，会跟昨天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，会跨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轴。昨天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被选立的、被膏立的大卫王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的合神心意的王，但我们今天却已经把时间点拉到了以斯拉。那么这中间我们看到，其实时间轴里面大卫他确实登基，而且他成为合神心意的王，接续他的儿子所罗门王。然后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他成为有北国跟南国，而北国最后以色列被这个亚述给灭之后，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所灭，甚至于有3次被掳到巴比伦。在那里，这位上主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了上帝来管教，以致让他们沦落在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。但神透过耶利米来预告以色列人70年之后要归回。今天的经文以斯拉其实就是来讲他们要归回的事情。这位神真的是很奇妙，他是掌管万有，这个时间轴有这么长，但这位上帝却是能够说到做到，是一一来应验的这位神。而这个以斯拉呢，其实是在当时候的一个文士那这里在讲的就是历史，最主要讲到他们被掳70年，这个文士以斯拉他实在是精通圣经的律法，也具有祭司的身份，而他也是上帝为百姓们所预备的重要的领袖，特别是在他们的宗教上面。我们知道他们会被灭，会被掳，实在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，而神管教他们时间也到了，神要再次把他们带回。以斯拉不只是带回百姓们重返耶路撒冷，更教导他们要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随着以斯拉，我们来进入充满盼望的历史的一个新的一页。而我们知道这新的一页是从哪里来开始呢？很奇妙的，这位神是透过这一位不是信上帝的人，他却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就是波斯王塞鲁士。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其实在本来灭了巴比伦王国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朝代，最后也是很快的就被波斯给取代。而波斯王塞鲁士一登基以后，
就看到他的气势。我们看到这个第1章的第1节到第3节，我们看到他建立了这个波斯的帝国，每征服一个城市这个塞浦这个王朝的这个王国，哇，他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他是怀柔的政策。这个波斯王塞鲁士，他是一个怀柔的政策，而他的怀柔政策正是被神所用。当时他是很有智慧的治理当地的百姓，容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跟家园，过正常的生活。我们就知道这位神实在是能够调度万有，他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这位上帝，他所说的话是一一来应验。塞浦路斯并不是信神的人，但神仍然使用这位君王，帮助以色列重新回到耶路撒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仍然能够被神来激动。我们看到今天一开始的经文，我们的心是不是跟这一位王一样是被激动的？这一位波斯王古列元年的这一位塞鲁士，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权柄的人，但神的感动他愿意顺服，这是我们神伟大的地方。甚至感动他肯为神建造，让神的百姓可以回去建造圣殿。这是正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书所说的话，70年他们就要回到他们的国家，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我想古列王他应该是有读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所说的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在我们以赛亚第2节可以说出这样话，我们可见在以赛亚书45章1节，他说，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而这句话，以赛亚所说这句话，是这个古列王之前200年前所预言的耶。这个实在是非常奇妙的这一位主，而这位主也透过他激动这个很有权势的塞鲁士王，激动他的心。激动的意思就是搅动，使人兴起，使人苏醒起来。而激动在这里也出现2次，第1节跟第5节，他在圣经当中也出现出激动，在申命记32章11节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2翅散展，接取雏鹰，背在2翼之上。搅动一时，还有翻腾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神是会激动人心的，他在每一个时代激动不同的人。而当神激动人心，代表神要做新的事情。我们呢？我们有被神感动，心感动，我们回应吗？接下来几章我们就要看到，在那时候的人有回应吗？回应神的激动跟感动，有愿意要回耶路撒冷吗？好不好？神也今天来激动感动我们怎么回应神呢？有一首歌这样说，回想那一刻，曾被爱紧抱紧，一路有主的旅程，虽然有无数的破碎伤痕，但有主你来抚平，赐给我新的生命，我心里得安宁。在世界上的人眼中，我胆怯战惊，但主你的话
赐给我信心。当我抬起头，你不离弃我，紧紧抱住接纳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，当神激动人时，代表他做新事情。我们的心被激动，要如何来回应神呢？今天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做起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美好的救主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脱离黑暗的幽谷、死亡幽谷，因为我们在你的眼中远胜过珍珠。亲爱的天父，因着你的爱，我感受到被主你的爱挽回，使我不再惧怕那高山低谷，因为我知道有你同行，一路上有你保护。唯有你能够使哀哭变祝福，使缺乏变丰盛，因为主你就是这一位在我们生命中每一步每一天都看顾带领我们，你坚固我们的手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有一颗感动的心，而且愿意立即来回应神。那么今天要跟神一起经历那美好的事哦。我们明天见。